比國家嘅標準仲要勁，可以真正做到即裝即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珠海世邦家居1號館營運嘅燕君。咁有好多朋友攞到新屋之後咧，好迷茫，我嘅裝修要點樣裝修啦？我嘅家私、我嘅定製，細緻到我要選咩材料，都毫無頭緒。要裝修幾耐先可以入住？又要揾邊個先係最穩陣嘅咧？咁專業嘅事，我哋就交俾專業嘅人做。今日就帶大家嚟到珠海世邦家居1號館木爾家全屋定製專櫃，帶大家了解一下我哋要點樣去揀。Hello， 梅姐。係。我哋有好多朋友收咗樓之後咧，佢唔知道點樣去搞我哋嘅全屋定製原裝。咁唔知我哋木爾家可以提供到啲咩服務咧？大家好。我係珠海世邦家居1號館木爾家成屋定製負責人梅姐。正因為好多朋友裝修冇頭緒，我哋木爾家專注成屋原裝定製10年，從衣櫃啦、櫥櫃啦到書房啦同埋兒童房等等呢啲空間嘅設計，我哋主打就係一個性價比高同埋高品質服務。定製咧，板材先係靈魂，咁我哋最關心嘅就係板材安唔安全，我哋安裝咗幾耐先可以入住咧？問到重點㗎啦。因為我哋而家呢邊嘅成屋定製嘅板材咧，主打就係一個一線品牌嘅板材，有三棵樹啦、華富立啦、萬華啦，呢啲高端嘅一線牌子，因為佢個呢個環保級別咧，可以選到個新高度。咁我哋點樣內捲法咧？梅姐幫我哋介紹一下好冇？你知啦，揀板材咧，先睇佢用咩膠水。普通板材用嘅膠水咧，多多少少都有啲有害物質，但係三棵樹個綠心膠咧係從源頭杜絕咗污染。咁我哋揀板材由膠水開始咧，就咁講究啦。嗱，其他個板材咧話國標個 EN 負級咧，其實佢哋個測試溫度咧係23度嘅環境做㗎。如果夏天嘅屋企咧，一般嘅溫度咧都超過30度嘅。咁嗰個甲醛嘅釋放咧就加劇咗。三棵樹做咗個更加嚴格嘅測試，佢哋將板材咧放喺30度嘅環境中，佢嘅甲醛釋放量咧穩定少於等於0.016，呢個標準叫 HEN 負級，即係比國家嘅標準仲要勁，可以真正做到即裝即住。真係冇味道嘅喎，但係環保單靠高溫測試係咪仲未夠呢？梗係啦，三棵樹小新板有晒國際頂級環保證書，佢哋有美國綠色嘅維持金級白嗰個 A1，日本嘅 F4星，更犀利咧係國家個人英網驗證，孕婦細路個住都冇問題，從源頭幫你減少污染，為成間屋做起一道無形嘅安全防線。連國際標準都過晒關，咁真係好堅喎！難怪你哋夠膽話即裝即住啦。咁靚嘅板材又攞咗咁多國際嘅認證，個價錢會唔會？嗱，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優勢啦。我哋係木爾家珠海工廠直營店，我哋做到零差價。你見到啲所有嘢啦、板材啦、五金啦，都係我哋直接從源頭拎貨嘅，慳快遞筆。咁確實真係好抵喎。但係梅姐啊，我哋港澳嘅粉絲咧，佢仲有一個煩惱，就係佢攞到間屋之後，唔知點樣設計先係最好嘅。尤其係港澳嘅屋咧，佢會比較精緻，點樣先可以合理利用到佢嘅空間，可以用到最盡呢？嗱，你都知㗎啦，香港同埋澳門咧好多戶型都比較精緻啲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設計師咧就會按翻佢個戶型圖啦，嚟擺設廚房啦、書房啦、主臥啦、啲衣櫃個收納空間嘅需求，即係可以做到所有空間都利用同埋美觀。咁設計完之後咧，要點樣落地呢？咁呢個就完全可以放心啦。嗱，我哋木爾家咧有12組嘅專業嘅施工團隊，專門服務港澳業主。呢班師傅咧有合法嘅施工證，從開始讀尺咧就設計出圖，再到送貨安裝，我哋都有人對接跟蹤，俾啲業主滿意答案。咁我哋如果住咗一排，比如講話螺絲鬆咗啊，或者有啲地方需要微調嘅話，我哋嘅售後會點樣處理呢？咁我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師傅，同埋叫師傅咧就同業主呢邊約時間，我哋第一時間上門。咁真係解決咗好多港澳朋友裝修嘅煩惱，無論係珠海嘅朋友啦、港澳嘅朋友啦，如果想裝修嘅話，想慳錢啦，想有保障，想服務無憂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珠海世邦家居1號館木爾家全屋定製。係咯，隨時歡迎嚟到木爾家成屋定製。咁預約咧可以免費讀尺啦、設計溝通啦，同埋我哋俾到
性價比最高嘅服務。咁多謝阿梅姐幫我哋咁詳盡嘅介紹啦。咁各位朋友嘅話咧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share 俾自己嘅朋友。如果有任何問題嘅話咧，可以隨時喺我哋下方留言，我哋收到第一時間會盡快回覆大家。咁呢期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係時候要同大家講拜拜啦。